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你今晚好靚。我唔該你企翻直啲先同我講嘢，唔係叫你翻嚟錯㗎。OK？ 你咁得閒嘅，唔使煮嘢食咩？唔使買香腸啊，搞演唱會嗰啲咩？咁得閒翻嚟嘅你嚇？15年前第30屆電影金像獎嗰晚，你帶過我翻屋企，跟住就唔見咗人啦。霆鋒，你點交代啊？我真係特登飛翻嚟見你㗎，不過今晚個社會咁勁，你都唔得閒理我㗎啦。有幾勁？你講嚟聽下先啦。古生，大家都要提名1部，佢提名2部，淨係成2分都爆標啦。哦，張繼聰，你有冇睇佢練嗰排腹肌啊？哇！當年啊，張家輝激戰嗰排腹肌啊，你都係咁樣跟咗人哋翻屋企嘅啫。哦，陳家樂又有顏值又有實力，我知你中意啲高高瘦瘦、青靚白淨。家輝哥明明攞獎無數，都仲係每一步搏到咁盡，又真係唔夠佢勁。得啦，你講完啦嘛，係咪啊？其實佢哋有幾勁咧，我心中有數嘅。咁你咧，我真係好想知你幾時翻嚟拍戲咧？你幾時再帶我翻屋企啊？快啦！我同阿華哥嗰部《怒火蔓延》咧，都係唔好講我住。我知道今晚嘅4位已經好心急，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下佢哋精彩嘅入圍片段。榮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包括古天樂《私家偵探》。我唔認真，呢度唔係香港冇大 job 㗎。我以前幾位你知㗎，你知唔知我而家喺度查緊啲乜嘢啊？扮失蹤啊，假結婚啊，幫啲八婆揾狗。張繼聰金童。三哥，做大人應該令細路仔失望，我唔想我仔失望。梁家輝捕風追影。面對冧差人入邊最具威脅嗰個，咁差人就冇一對眼，順手就將個傻仔對冧埋。我就係做緊你哋心目中嘅傻仔。古天樂尋秦記。其實我真係已經冇諗好耐，但如果可以，我係話如果真係可以返到去，話唔定係有幾好嘅結局。陳家樂，像我這樣的愛情。我唔想再咁樣繼續落去嘅。你唔可以諗下我嘅咩？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捕風追影，梁家輝先生。梁家輝先後15次入圍最佳男主角，憑住《捕風追影》一片，令佢第5次獲得呢項殊榮。Okay. Very good. 今年係香港電影金像獎44週年，亦都同時係我 加入電影行業嘅第44個年頭。
所以呢次嘅提名對我嚟講別具意義，無論攞唔攞到，都係我一個終身嘅榮耀。首先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所有評委，無論係專業評委或者金像獎內部嘅評委，定係觀眾嘅票選，多謝你哋。當然，我要多謝《捕風追影》嘅導演、製作團隊，同埋已經獲獎嘅今晚獲獎嘅蘇杭動作導演，成龍嘅成家班，係你哋出眾嘅設計，所有成家班嘅武師們精彩嘅反應，先至可以增加我嗰個角色裏邊嘅狠嘅強度。多謝晒。當然成個捕風追影嘅台前幕後，包括我幾個樣子，其實另外一戲裏邊係有真係作為角色裏邊嘅傅龍生嘅感覺，所以亦都多謝你哋。我其中有一個我想多謝嘅人，因為大家頭先好多獲獎嘅人都多謝過，就係呢幾年跟住我嘅經理人以玲仇小姐，佢捱咗我好多苦，佢捱咗我好多嘅怪責責罵，多謝你以玲。嗱，我覺得最應該多謝嘅係我嘅屋企人。我兩個女，我兩個女婿，我兩個孫，唔好打電話俾我而家。仲有我太太，佢哋都忍咗我，尤其是我太太，佢忍咗我44年。好多謝。